好，啊，咱要设计吼，设计这物件上主要我掠即两个啦。引起动机叫做教法，爱加1叫做教材的设计概念。先讲引起动机，你所有要设计互囡仔学习的内容，你互伊一个概念就好。台语真好耍。学的物件百款，是安那干那要甲你学台语，因为好耍。咱即摆讲的是细汉囡仔，大汉囡仔就爱互伊无共款的动机。你只要互伊无共款的动机，毋管你即个动机是强还是弱，有动机伊就会学习。咱这安尼就会使解说啊，是安怎咱长久以来，恁可能英语拢学了袂歹，所以咱有法度伫咧无共国家生活，但是想看觅啊，你的当初，你若是有伫咧台湾读过册，你就知影台湾的教育，互你学20档的英语袂晓，因为恁为的动机，咱为的动机就是干那考试，为着要考试要考高分，有注意到无？道德发展第1期、第2期，第1期考了歹互拍，第2期第2期考了好着考调好大学，拢听伫迄个开的改赞。咱就是要甲伊的语来甲道德发展的第2期甲第3期，互伊是为心来甲伊做即件代志。遐个，咱到尾啊，因为实际上有需求，所以你家己自然遮个语言的能力会一直进步。因为你找到需求啊，你的动机比考试较强，所以你的语言能力你就会一直进步。咧学习台语嘛共款较困难，因为伊无一定有迄个较强的动机。那安尼做先生，你伫咧有限的时间内底，你就是互你的教法。大家风格拢无共款啦吼，这就是你要找到你家己的风格，互囡仔感觉上即节课趣味。事实上来讲，互囡仔爱台语较困难，但是互囡仔爱字较简单。所以你爱找到你家己教学的方法。咱的专业咱家己知，毋过你甲囡仔安怎咧斗阵？比你教啥搁较要紧，伊若介意你，伊若相信你，你讲啥伊拢会听。安尼有一个较清楚的概念无？设计的概念就是安尼，非得对我来讲，因为我家己嘛是一个就是惊无聊的人。我家己无想要安尼上课，我就无想要安尼设计。我就想空，去变无共款的法度，互囡仔上课。因感觉好耍，我家己感觉好耍，因就会感觉好耍。所以设计我感觉毋是家己想家己对，咱爱知影囡仔的发展，咱爱知影，就是上头前咧讲的，爱知影囡仔的发展，尽量徛伫因的角度去看即件代志，对伊来讲敢有趣味？有趣味，伊的学习的效果才会较好。较好，无一定完全好，毋过至少比干那听你讲会好小可。